4班1002大熱暫時係4。黃記舉起隨自己步。好，你一開閘啦，佳運發相當快閘啊！外邊有加州本事啊，走上去啊！中間紅衫燃力寶、粉紅衫勇敢孖寶、內欄63呢，仲有競馬一心大外檔呢，走上去仲有遨遊波士啊！黑衫白帽外邊係非凡時刻啊！後多層嘅馬啦，外邊係金玉良言啦，尾4位置係快活英雄啊！尾3內欄好精神啦，尾2星火燎原啊！咁啊暫時大墮後係鋭高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啦，加州本事就貼欄放嘅，跟住喺第2位就遨遊波士啊，中間第3紅衫啊燃力寶啦，內欄第4仲有競馬一心啊，外邊第5金玉良言，中間第6淺藍衫有佳運發，黑衫白帽攞出去外邊係非凡時刻啊，外邊勇敢孖寶啊，大外檔呢就快活英雄啊，響入邊搏位就好精神嗰啲馬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佔先嘅馬就係呢隻遨遊波士啊，鬥緊埋邊燃力寶兩匹馬相當接近㗎啦，後多層啊嘛，中檔位置有非凡時刻，中檔上有佳運發啊，外邊追一啲呢就係呢隻好精神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燃力寶呢就已經係透出咗㗎啦，外邊追上嚟好精神，個勢相當勁喎，遨遊波士衝咗一段唔多，埋邊加州本事又上翻嚟，接近終點蔡約翰又贏多場，燃力寶啊跑第2名好精神，第3名加州本事，第4名係遨遊波士啊。結果今場賽事跟前嘅馬而今日跑得好唔多，而燃力寶都係跟前跑法，而將後邊嘅對手掟到甩晒而贏馬，外邊追上嚟好精神第2，加州本事第3、第4名係遨遊波士。好啦，跑6場賽事，蔡約翰又多一 win 啊嚇！今日而潘頓就首 win 嘅啫，今日燃力寶好精神，啲分啊有翻啲着數啊！跑過亞軍，加州本事跑過第3，遨遊波士跑過第4。追得最好就係外面好精神啦，快活英雄啊、非凡時刻啊，上次包 Q 㗎嘛，今日就爭啲。4號、10號、8號、2號嘅暫定名次1分09秒81。贏粒都係做個慢時間啦，睇重播。黃記舉起隨自己步。好，你一開閘啦，佳運發相當快閘啊！外邊有加州本事啊，走上去啊！中間紅衫燃力寶、粉紅衫勇敢孖寶、內欄63呢，仲有競馬一心大外檔呢，走上去仲有遨遊波士啊！黑衫白帽外邊係非凡時刻啊！後多層嘅馬啦，外邊係金玉良言啦，尾4位置係快活英雄啊！尾3內欄好精神啦，尾2星火燎原啊！咁啊暫時大墮後係鋭高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啦，加州本事就貼欄放嘅，跟住喺第2位就遨遊波士啊，中間第3紅衫啊燃力寶啦，內欄第4仲有競馬一心啊，外邊第5金玉良言，中間第6淺藍衫有佳運發，黑衫白帽攞出去外邊係非凡時刻啊，外邊勇敢孖寶啊，大外檔呢就快活英雄啊，響入邊搏位就好精神嗰啲馬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佔先嘅馬就係呢隻遨遊波士啊，鬥緊埋邊燃力寶兩匹馬相當接近㗎啦，後多層啊嘛，中檔位置有非凡時刻，中檔上有佳運發啊，外邊追一啲呢就係呢隻好精神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燃力寶呢就已經係透出咗㗎啦。外邊追上嚟好精神，個勢相當勁喎，遨遊波士衝咗一段唔多，埋邊加州本事又上翻嚟，接近終點蔡約翰又贏多場，燃力寶啊跑第2名好精神，第3名加州。